刚得愿生命充满了惊喜，加这么说。所听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主耶稣，你召你的弟弟，恁两个家庭全家，伫过圣诞节新的一年要开始，来甲阮做礼拜，上帝祝福恁。所听的姊妹，牧师这礼拜要用继续顶礼拜讲无了的讲道的信息，甲咱继续来做咱的祈祷。因为顶礼拜是圣诞节，咱的主日日最期待的就是一年一摆圣诞节，以及圣诞节礼物。牧师伫心内感觉唔甘，因为主日日的囡仔来咱教会2点钟的时间，听老长的讲道，对咱主日日的囡仔来讲，减载是一个负担。所以顶礼拜牧师的讲道只有20分钟短，牧师嘛有一个信息讲无了，迄个信息是写伫咱今仔周报的第2点。伊讲，伫上帝手中的生命号顶的奇妙。兄弟姊妹，这是牧师对心中为咱的代祷，也深深期待所听兄弟姊妹，咱因为信上帝，咱的生命果然无同款。我要用这个人叫做约翰保禄2世，就是前的教宗。伫1995年的年初，我有一个机会去参观一个拜访。就是伫梵蒂冈来访问这个梵蒂冈，迄年中间有40几个国家的牧师，阮做伙到意大利。伫迄个访问的中间，接待阮的人就是这个主人John Paul II 约翰保禄2世。我甲伊见面中间的时间真短，一面之缘握手。所以阮倒来到阮的宿舍的旅舍的时阵，有人咧笑讲，今仔日以后咱毋通洗手，因为咱握着一个圣人的手。天主教的信徒，因也感觉会通甲教宗做伙握手，浸伊的手中的手指，对因来讲是一生中间足大的欢喜甲光荣。我要用伊伫就职做教会的领导者的事，伊穿迄领代表教宗的迄领白色，所有的神父内底只有教宗穿的是全白的迄种的衫，代表圣洁。等伊协助伊的人要准备做礼拜的事，甲伊穿这领衫的时，伊对心来讲一句话，伊讲：人生若亲像乒乓 ，Life is amazing， 生命是充满奇妙。所以听的姊妹，愿主耶稣将这个奇妙的画面赏赐予咱大家，予咱对少年到年老，对一生拢会当担着上帝的慈悲。老师今仔日要用3个故事来邀请咱来深深思考。你做一个基督徒，读圣经遐尼久，我请问你伫圣经的故事的内底人物的内底，有对一个人因为甲上帝见面，伊的生命产生，对你有一个足大的吸引力。当我听到教宗伊写伫伊的日记，然后把它拍做电影的时，伊讲 Life is amazing。我无想到，我是一个破烂的囡仔，我一生伫上帝的手中，敢若安尼尔。我是伊的老婆，我是啥物人何德何能？今仔日上帝互我做伊的见证，做这个教会会上要紧的信仰的老爸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是宝贝。愿我用这个甲上帝同行的人，因的生命充满了一生的赞叹。Amazing 的意思就是何等的奇妙！我要邀请咱用祈祷来准备咱的心，来领受圣经的故事，也领受圣神伫今仔日中间要对咱讲的话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你的罗卜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伫你的手中。4000年前，你用雅各看到你的时，伊讲：我竟然唔知影，我的上帝嘛伫这个旷野中。主啊，互阮对心中会通看到你，就亲像约伯讲：我前是听讲道，但是今仔日我亲目睭看到，伫传说中间，这个摇花我的上帝。主将我所听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特别将教会这的青年，因为人生拄拄开始，
主啊，开因的目睭，开阮的心。主，你来到阮每一个人的人生中间，互阮的人生因为有你的充满，阮的生命充满奇妙。主，这是阮的脚步，愿阮一生拢是甲主你同行，每一日每一年，拢享受到上帝你同在迄种的作为甲奇妙。主啊，将所听的教诲、所听的姊妹，恭敬交伫你的手，求你的圣神画手伫因的心头，互因知你来对因讲话。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圣经旧约的经文、新约的经文，佮金句三段的经文，愿咱读去了后，对头到尾，佮定心甲读一摆，毋是干那读迄节，是读规章对头到尾，故事的对头到尾。伫这个中间有三个故事。雅各是将近是4000年前的人，大概就是3000几年前，将近要到4000年。雅各的老爸就是以撒，以撒的雅各的阿公就是亚伯拉罕。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以色列人讲，阮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、甲以撒的上帝、甲雅各的上帝。今仔日的故事发生伫雅各得罪伊的大兄，甲伊的大兄烧抢家产，就是为着受伊的老爸的祝福。啊！伫迄个所在，雅各用欺骗的方式来得到大囝的名分。啊！伊的老爸惊了伫家庭的内底兄弟相拍冤家起冲突，所以老爸就甲伊讲：你离开咱的厝去吧，你去找你阿舅，找你的母舅，你的母舅住伫合兰，你去找伊，嘛对伊的查某囝中间带一个倒来做新妇。雅各就是安尼。所以开始伊的人生另外一个真无共款的旅行，因为以前是伫老爸身边受照顾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伊单独成做一个人。伊行伊的老爸过去行过来的路，倒头行，因为伊的老爸过去少年的时阵对合兰行来到迦南地，今仔日雅各对迦南地行倒去伊的故乡，爸爸的故乡合兰。这个所在就是今仔日的叙利亚，所以这个故事就经历伫伊伫人生中间暗时，上帝来看伊，上帝要照顾这个孤单的囡仔，所以上帝会看到一个异象，就是有一个楼梯踩伫涂骹，迄个楼梯的顶端拄到天顶的门，所以看到天顶的光照落来，有天使伫遐起起落落。这个故事咱拢知，所以弟姊妹，你若是主日学老师。我相信你嘛应该有机会讲过这个故事，但是咱咧讲这个故事的时，有对一句话是重点，影响到你的一生。今日牧师要甲恁讲，就是雅各伊忽然醒起来了时，伊讲一句话：我竟然不知道。兄弟姊妹，咱信耶稣，咱的教会出入，可能有一寡代志，到今仔日。咱要个竟然不知道，兄弟姊妹，咱虽然信，但是以前是听风声；咱虽然信，但是半信半疑。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雅各一句话，就是天使亲自来到咱的生命中间，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见上帝的荣耀。咱就讲，我竟然唔知影，这个所在是何等神圣的所在。是上帝的圣殿，是上帝天灵的门。兄弟姊妹，必得伫雅各看到上帝荣耀迄个所在，后来伊改号一个名，叫做必得利，就是上帝的圣殿。兄弟姊妹，牧师要甲咱分享讲，迄个圣殿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，阿门嘛。兄弟姊妹，愿这个上帝永远踮伫咱每一个人的内心。咱的心要交对上帝徛起的圣殿，上帝要用伊的阳光，用伊的同在，甲咱三合伫地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愿圣神摇动拄久的兄弟姊妹，互咱忽然醒起来讲：我以前无了解，但是今仔日我了解；我以前痴迷，但是今仔日我看见；我以前无了解这个上帝是一个整个我会通活伫我人生的上帝。今仔日我知影，主啊，赦免我。Amazing 这个意思就是，主啊，我无搁再有话通讲，你何等的奇妙，你何等的伟大，主啊，伫你的面前，我会通搁讲什么呢？
当我看到你的阳光，当我看到你的同在的时候，我的生命内底只有一句话。今仔日雅各安尼讲，佮有第二个故事就是西面，第三个故事就是约伯。这三个人因拢伫因的生命讲一句足简单的话：主啊！兄弟姊妹，当一个人拄到上帝，伊无足济形容词，伊对心内就一句话讲：主啊！兄弟姊妹，请你想看卖，迄个西面抱着耶稣的死。伊讲主啊，兄弟姊妹，你想伊的心内咧想什么？原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无法度形容迄种的人内心看到上帝，迄种的敬畏，无用足济形容词讲哈利路亚，俄罗上帝讲到真侪遐个喙角全部的话，独独只有一句话讲主啊，迄个意思千言万语，千言万语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对内心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一生交互你；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一生跟对你；主啊，互我一生伫你的手中，正做这个奇妙。主，求你祝福阮在座的囡仔，包括阮的教会的时代的长辈，每一个人拢哑口无言，对心中讲 ：God is amazing。Life is amazing， 我的人生要加做一个充满了赞叹跟奇妙。这是教会会当为咱的代祷，这嘛是教会为着咱的教会的世界。求主开咱的目睭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看见上帝的奇妙。顶礼拜我甲咱所读的圣经是诗篇100篇，恁会记无？诗篇100篇的上尾一句讲：耶和华是好。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God is good, God is faithful。牧师顶礼拜甲恁讲，当我若讲 God is good 的时候，恁爱讲啥 ？All the time。咱不一定爱讲英语啦，但是牧师的意思就是讲，恁爱讲阿门。当咱若讲上帝是一个伟大的上帝的时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要用英语甲牧师会讲。All the time， 你会当甲牧师会讲阿门。愿这个上帝4000年前是运会互阿伯来喊，今仔日这个上帝嘛是运会伫所听的兄弟姊妹。愿咱伫主的手中，我真爱这张图，这是我经过将近30年，才看到有遮水的图。约翰保禄2世，当我甲伊一面之缘的时阵，伊深深吸引我。因为我赞叹伊的优雅，一个长辈老我以上，但是伊的笑容、伊的举止，遐尼稳重，遐尼优雅。伊甲我的同学、甲牧师，每一人握手，伊所讲的话拢无共款。当然，伊无甲我讲台湾话啦，伊要讲10几种，将近13种的语言，无论是德语、英语、西班牙语，伊拄着无共款的国家的牧师去的时阵。伊的秘书甲伊讲，这个牧师对来，伊就用伊的语言甲伊讲平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人后来真做我学习的对象。我好奇为什么伊的生命这么水，所以我看伊的传记，我读伊的册，我看伊真多的所留落来的日记，点点滴滴。我希望有一日，我嘛会当担保亲像伊，有迄种的稳重。有一种的圣洁，有一种的喜乐，有一种的智慧，有一种从容的平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恁愿意伫恁的一生有一个时大人长辈影响恁的活命吗？愿圣神就是恁的老师，你我阮的老师。愿这个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来对咱讲话，互咱伫伊的生命中间。一个拄着上帝人的生命有3种最要紧的感情走出来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甲咱分享，无论是雅各伊当下的感觉，无论是西面，无论是约伯，当一个人真正看到上帝讲，今日我亲眼见你，我亲目睭看到你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有3种的感情，真复杂的感情，伫瞬间就进入一个看到上帝的人。第一，伊知影
这个上帝是伊一生所敬拜敬畏的上帝。所以当伊的嘴讲主啊的时阵，伊是有一个敬畏的心，甲这个上帝讲主啊，迄个代表伊生命的主权，就交互这个上帝。主人的意思就是讲，对今仔日开始我是你的奴才，对今仔开始我是你的奴隶，对今仔日开始你是我的掌管，我的主人。所以主的意思就代表一个敬畏。兄弟姊妹，咱信耶稣，若无有真真正正、彻彻底底对咱的内心愿意将咱的一生交托给这个主耶稣的时阵，咱享受到活命是一半。到只有当咱全生命来仰望主讲，今仔日的我，无搁再是我，那是耶稣踮伫我内面的我。咱的生命才开始享受耶稣所带来迄种的生命。所以敬畏上帝是基督徒生命得到智慧的开端，记载伫箴言，恁会记吗？牧师常常用以赛亚11章第2节来补充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。以赛亚11章第2节讲，耶和华的神啊，踮伫迄个人的心上，迄个人就得到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财物、有知5项。最后咧，敬畏耶和华的心，独只有敬畏耶和华的心的人，才会当有这5项：聪明、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甲财物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不是信上帝信了不明不白，但是用咱的灵来相信上帝。也愿上帝祝福恁每一个恁的囡仔到一生的路途。第二，敬畏上帝的人，伊听看到上帝的时阵，今仔的圣经雅各伊讲什么？就着惊讲，一所在到才通行。这是何等圣洁的地方！意思的这句话是安尼。我捌甲恁分享一句话，是我半暝伫查经的时阵，圣神甲我摕互我读的，叫做哈马孔。恁会记迄句话无？哈马孔的意思就是 this place 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是一个圣洁的所在。所以雅各的故事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以色列的人叫上帝叫做讲，我的上帝就是一个哈马孔的上帝。就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今仔圣经咧讲起，伊就着惊，这个所在是圣洁通敬畏惊吓的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礼拜堂嘛是一个圣洁的所在。所以，望咱逐摆进入这个礼拜堂的时，咱是心内有一个敬畏的心，咱甲上帝讲早安，上帝。我来找你，咱带着一个敬畏的心，进入上帝至圣的所在。牧师嘛有甲咱分享讲，这个所在就是咱个人的伯特利、伯特利，这个所在就是上帝甲你见面的所在，是你的 VIP room， 就是你甲上帝单独个人约会的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伊放伫你的生命中间。将一个神圣通行行、神圣通敬畏、神圣通行行的所在放伫你的内心。雅各看见上帝的时，伊讲：我竟然唔知影，我掠准讲我的上帝只有住伫我的老爸的宝贝，我掠准我的上帝只有踮伫我的阿公阿伯来喊的宝贝内底，竟然上帝对我离开别是巴。来到这个旷野的所在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兄弟姊妹，在上帝的面前，存敬畏甲谦卑，承认咱对上帝的认捌无够强。这是我的祈祷。在1994年4月24日，咱伫教会内底若有够久的兄弟，恁拢知影。牧师讲着1994年4月24日，什么意思？迄就是咱的教会开始经历着圣神的日子。1994年4月24日的暗时，礼拜了后，我伫我家己的册房伫牧师馆，我跪落来祈祷。我甲上帝讲：主啊，赦免我。虽然我已经30几岁，我嘛伫教会内底担任牧师。但是我承认，
我对你的认捌无够强。我伫迄个日子，我真正知影，因为圣神的工作以前，我拢是读伫使徒行传，但是无想到上帝圣神嘛会通伫咱教会内底，甲咱三甲地地。所以伫4月24的隔礼拜日，牧师的讲道题目叫做“神掌权的日子”。兄弟姊妹，伫迄个开场白引言的中间，牧师讲：“亲爱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毋是恁的牧师，我毋是否定我是恁的牧师，我是恁的同学。牧师要甲恁承认，我嘛有我毋知影对上帝无够额的认捌的所在，所以你我。”咱拢是同学，所以兄弟们到今仔日，我永远是安尼的想法。我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伫你的面前，我毋敢扮演讲一个讲标准答案的牧者，因为你甲我，咱拢是真理的同学。咱伫这个所在承认，上帝的奥妙是咱永远无法度完全了解。兄弟，爱认真读圣经，爱谦卑听讲道，爱谦卑祈祷。原代表雅各伊对心中这句话讲：“我竟然毋知影。”兄弟，这句话外深的含义，伊咧讲 ：“God is amazing， 上帝何等的奇妙！我对伊的认捌实在无够强。”愿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哪来哪亲捌上帝，直到咱一生的路way。上帝是何等的奇妙！第二个故事伫今仔日的路加福音，路加是一个真敖写故事的人，所以有人称路加讲伊是一个初代教会的历史学者，因为伊所写的故事是生动活泼、具体，虽然伊没有身临其境。伊毋是亲自看到耶稣，伊毋是亲自看到出世的红婴仔来到耶路撒冷的礼拜堂，啊，西面当时该抱起来时阵讲到主啊，这句话为什么伊会知？是因为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将这个故事讲给路加听。玛利亚甲路加讲：“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”当耶稣出世，我抱着伊来到耶路撒冷做礼拜时，阮大日礼拜堂拄着一个乌日桑，一个阿伯啊，伊的名叫做西面。伊甲我讨讲，敢会当互我抱这个红鞋啊？我将这个红鞋摕互伊的时阵，这个西面仰头看天顶讲：“主啊，我死也瞑目。”西面讲：“主啊。”我当看到你的救恩，我看到弥赛亚降生。主啊，我抱着你的救主，我何德何能？主啊，我一生心满意足，死嘛甘愿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今仔日的主耶稣不是互咱抱咧，愿今仔主耶稣是甲咱抱咧。愿今仔主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中间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。主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你。兄弟，这个祈祷足重要。伫今仔日的敬拜赞美，我知影圣神嘛咧对咱中间兄弟姊妹做工。我看到咱中间有人有感动，我相信，当恁也未听到圣经的话甲信息，恁已经有圣神的同在。愿今仔日的感动对你到一生的路尾。永远无欠缺，互恁的心内大大有力量，就是这个主耶稣亲自降生伫恁的生命中间。所听的姊妹，这个老乌日桑西面，圣经讲伊是一个圣神充满的人，伊是一个义人，伊伫耶稣伫伊的手中的时阵，伊讲：“主啊，我今仔日亲目睭看到你的拯救，通互你的奴仆安然离开世间。”兄弟姊妹，有什么种的体验，有什么种的经历，会当互咱感觉无怨无悔，死而无憾？这叫做心满意足。
一个拄到上帝的人的第三种的感动，就是主啊，在这个世间无有一项比这种更较满足。愿这个满足的喜乐，踮伫兄弟姊妹恁的生命，开咱的目睭，毋是听讲，毋是目睭看见，是上帝亲自将伊的救恩放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的主的面前来领受，有可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相信今仔日的讲道，今仔日的礼拜，今仔日教会的信息，要相加对真的，伫恁的人生中间吗？阿们。是，主我相信，这是有可能。伫人无可能，伫耶稣凡事拢会。耶稣就是一切的答案，因为耶稣讲：“我来到这个世间，是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”阿们嘛。咱甲主讲，主我上袂通满足的，就是这个蛤蟆孔。主我的生命中间上袂通满足的，其实就是情绪、欲望甲意念。主啊，因为你这个所在，要得到你的充满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祝福在座兄弟姊妹。我要甲咱讲，为什么生命指标？拄则我讲，第一，当咱拄着上帝的时候，你知影，迄个上帝毋是传说的，是真的，所以你敬畏伊。第二，你的目睭受开，你要亲目睭看到伊。第三，你要有心满意足的活命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拄着这个人就是约伯。约伯记总共有42章，是一本真长的先知书。约伯伫伊的智慧的文学，这本册伫圣经内底甲伊称作智慧的文学。整个对37章才开始上帝讲话。整伫这个约伯的人生的困境的中间，有真侪人对伊人的苦况，一直到37节，上帝开始讲话。约伯伫迄个所在，看到上帝讲：“主啊，你敢无听我嘛？”当上帝开始讲话了后，约伯讲：“主啊，赦免我知影，我对你的认捌无够。”所以最后的结局，伊讲：“我今仔日亲目睭看到我的上帝。”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前风闻有你，我今日亲眼见你。愿这个故事变做你的故事，所听的兄弟姊妹，愿这个故事变做咱在座每一个人的故事，无一个人例外。兄弟姊妹，你若甲主伸出手，你若甲耶稣讲多谢你，感谢你，阿们。主耶稣讲，教你的信心，甲你成就；教咱的信心，甲咱成就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亲像约伯，亲像雅各。亲像西面，咱伫伊的面前，约伯当伊看到上帝的事，伊讲：“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无爱搁再埋怨，我无爱搁甲我的朋友辩论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知影我是一个卑贱的人，我伫你的面前，也有啥物话通讲嘛？我要掩我嘴。其实伊的心来讲 ，God is amazing, God is good。”上帝何等的好，上帝是主爱，上帝是信实，上帝是良善的，油然而生的敬畏心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用真实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，愿你的生命得到满足的喜乐。第三，改变对今日开始，以前的我无搁再是我，以前我是用耳孔来敬拜上帝。但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是用目睭来敬拜上帝。我竟然不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知道这个上帝是陪我走到天涯海角。因为上帝跟雅各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无论你去到什么所在，我拢甲你三脚地地。兄弟姊妹，过去的上帝，今仔日的上帝，嘛是将来的上帝。愿主甲咱三脚地地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将咱的目的伫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，
若毋是你圣神的帮助，我真正是一个无知的人。对圣经的起头到圣经的落尾，雅各讲我是一个无知的人。保罗伫伊的批信，伫哥林多后书的中间讲，若毋是上帝的圣神踮伫人的内心，无人会通明白上帝的事。若毋是圣神踮伫人的内心，无人会通知影家己的生命人生的事。知天知地知人，独到只有圣神甲咱撒迦利第一时阵，咱才有这种真正的智慧，知影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，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是连想象都想象袂到，迄种的祝福。主甲咱撒迦利的雅各这句耐人寻味的这一句话，背叛你，背叛我。咱的教会看到圣神临到的时阵，咱的教会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过去我的尽捌无够，对今仔日开始求圣神教示我，知影你家己的本性，甲你的工作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愿意甲牧师做伙同心安尼祈祷？主啊，阮的德堂教会还阁有真侪功课需要学习。主啊，阮伫一生中间有真侪功课需要学习，请来，毋是甲牧师做伴，请来到上帝的身边，来认捌上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阮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的生命有一种觉醒。雅各讲：我竟然毋知，这句话背后就是代表人的觉醒。以前我的无知，以前我的糊涂。以前我对上帝的片面的认识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才知，这个上帝伫天顶，这个上帝嘛伫这个所在。愿这个上帝，这个时阵甲咱撒迦利地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我竟然不知，但是上帝对天顶来，我才知道。愿天父上帝甲你撒迦利地到你一生的落尾。也带你到天堂的所在，愿是生也是，死也是，也是这个上帝，拢甲咱撒迦利地。所以雅各伫伊的话中间，伊讲：这所在到才通行。兄弟姊妹，爱好好听惜上帝的圣殿。咱见到这个上帝的圣殿，都爱存态度、圣洁的态度、敬畏的态度、清气的态度。伫这个所在，互这个所在无受到吞踏，互这个教会无受到人看轻。兄弟姊妹，咱同心来起造上帝的教会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上帝的教会无一间教会是弱小的，上帝的教会无一间教会是应该世俗化的所在。上帝的教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是圣洁的地方。兄弟姊妹，咱就是上帝的礼拜堂，不是上帝的礼拜咱，不是哦，是上帝同在。伊讲你的心就是上帝的殿，圣神的殿。耶稣是安尼讲。愿天父上帝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所以上帝临在的人就是一个哈马空的人。愿咱伫主的面前。伊是一个无所不在，愿天父上帝甲咱撒迦利地。我要问兄弟姊妹，雅各的上帝，敢是你的上帝？你敢看见你的上帝啊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兄弟姊妹，咱有迄个荣幸，有迄个机会。虽然咱肉体的目睭从来毋捌看见，但是检彩，亲像雅各。伫梦中看见上帝，愿主向咱显明，愿主甲咱撒迦利地，愿主对咱讲话，亲像伊对撒母耳讲话，愿主对约伯所讲的话，嘛进入咱的生命中。愿咱会通真正伫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，当我亲目睭看到你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牧师解说圣经的时候，
主我心中已经有感动，主我知影，这个感动就是你临在的作为。愿兄弟姊妹，你保守这个感动。今仔日伫圣经领受圣经的时，你的心内有这种的感动，不要怀疑，迄就是上帝的圣神已经点伫你的生命中间，要帮助你、祝福你、陪伴你。愿天父上帝，甲咱三甲地地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求主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见。路加福音5章第26节，伫今仔日牧师的讲道片的投影片内底无写着。因为这句话伫我的笔记内底有，但是伫我的讲道片的投影片内底我无甲伊藏起来。后来我发现这个字是足特别的字，伊讲今日我看见非常的事情。我读一摆互咱听，恁倒去家己看。路加福音第5章26节，当耶稣伫耶路撒冷的圣殿行神迹，医好伫一个摆骹的破伤的人。迄个人是互人用着床单。甲伊扛来到礼拜堂的头前，耶稣甲伊医治。恁会记迄个故事无？这个故事发生了后，门徒安尼讲：今仔日我亲目睭看见一件非常的事，非常大的代志。迄个原文的英语叫做 paradox，paradox，非常大的代志。paradox 英语的意思叫做逆理，逆理就是看起来好像唔对，但是是真理；看起来好像就看无，但是伊是真的。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有光对遐发出来。paradox 的 dox 迄 dox 叫做 doxa，doxa 的意思就是灿烂荣耀的光对迄个所在发现出来。所以兄弟姊妹。换手伫咱的目睭祈祷讲，主啊，求你互我看到你的荣耀，求就互咱。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眼光异象，拢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圣经中间讲，人要看见异象，人要做异梦，上帝开伊的目睭，互人看见伊家己的荣耀甲存在。最后，我倒来到伫结论。顶礼拜我讲无了，伫上帝手中的画面。是一种的感谢赞叹。我要甲咱讲一个人的故事，咱大家人拢知这个人。我要用这个人的故事做咱新年的祝福。来，你甲上帝阿们讲，上帝伊有的，我嘛要爱有；伊有的，我嘛要爱有。咱可能真好奇，这个人是啥物人？啊，你的人生敢有可能甲伊同款？兄弟姊妹，有可能。因为上帝是公平的，伊互这个人，伊嘛要互咱；伊互雅各，伊互约伯，伊互西面，伊嘛要互咱。今仔日咱既然有感动，甲上帝讲，我较无，主耶稣，求你赏赐我，这个人是啥物人？恁会知道这个人啥物人吗？是了阿嬷，玉昌。你也常常讲这个故事，因为阿嬷将这工作交伫咱的手中，伊毋是干那交工作，总算你嘛是共款。阿嬷毋是干那将一个机构的经营交互咱，阿嬷是将伊对上帝所领受的生命交互咱。伊伫一生的遗嘱最后这句话讲：我感谢上帝赏赐我一份 full and interesting life。I thank God for giving me the full and interesting life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有真侪人感觉生命足无聊，有真侪囡仔也毋捌看见水的代志，所以感觉人生足无聊。无聊到只会晓打电动玩具。兄弟姊妹，咱若知生命何等的可贵，我们就舍不得花时间打电动玩具。少年囡仔检查教牧师讲：“你咧空咧？”少年囡仔舍不得，舍不得，巴不得啦。兄弟姊妹，到底是舍不得还是巴不得？正手甲倒手共换，
以前咱巴不得的，今仔日咱舍不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将一份丰盛的画面放伫咱的家族，互咱活出真有价值的故事。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伫圣经、伫教会历史中间。我感觉今仔日的教会比19世纪的教会较缓慢，因为我个人读真侪18世纪甲19世纪的故事。伫迄个时代，做父母的人甲教会人，拢咧讲起宣教师伟大的作为。但是今仔日这个时代的教会，愈来愈欠缺讲生命的价值甲伟大的故事。伫教会内底，拢看 AI、看成就、看金钱，兄弟姊妹，这个时代并无比过去的时代较有智慧。愿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知影什么是有价值的，然后咱有能力，甲咱的囡仔讲有价值的画面。上帝祝福恁，咱是有福气的人，咱当心来祈祷。真理的上帝，画面的主，你创造万物，你嘛想使我画面。画面的源头，摇花阮的上帝，伫今仔日你的圣殿内，阮听到你的作为，阮看见圣经内底的故事，阮恳求你，互圣经的故事变做阮的故事。主，你嘛同款来到阮的生命中。主，扫除阮心内不明不白的迄种的无知，互阮无搁再讲我竟然不知。主啊，互我会当感动中间讲主啊，主啊，当我讲主啊的事，愿主你的圣神将各种的觉醒就放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祈祷中间。你是阮的主。对这事到永远无尽，阿们。